第12号陈新运来自浙江队。从高杠开始，并掏180换反握，陈新运长高了，接前空翻。去年看还是小朋友啊。Park 去低杠呀，这个分腿有点大哦。登杠倒立，起来摇起来。这个碰到没有啊？接金杆，哇，这下来了，这个实在是动力性有点差啊。对，里压空翻的里压就是他，没错，就是他。登杠360，啊，越惊悚啊！团身旋下。